如果你企喺一座大型水壩嘅泄洪口旁邊，你會見到幾十萬噸水由高處衝落去，白色水霧遮住半個山谷，聲音大到連地下都好似震緊。直覺會話咁堅硬嘅混凝土，最怕嘅一定係水太多、壓力太大，甚至成幅壩牆頂唔住。但對一條高速泄洪隧洞嚟講，真正會喺短時間內咬爛混凝土嘅，有時唔係水有幾重，而係水入面一啲細到幾乎睇唔見、壽命短到只得一瞬間嘅氣泡。更加反常識嘅係，工程師要對付呢啲氣泡，其中一個最有效嘅方法，竟然係主動將更多空氣送入水流。點解少量氣泡可以打穿混凝土，但大量空氣反而可以保護隧洞？答案就藏喺一個叫做空泄嘅現象入面。今日我哋會由一滴高速流動嘅水開始，睇清楚壓力點樣突然消失，蒸氣泡點樣形成同崩塌，最後再去到1983年美國格倫峽谷大壩嗰條幾乎被水掘穿嘅泄洪隧洞。首先要分清楚，泄洪道唔係一條普通去水渠，水庫水位愈高，水就儲起愈多。重力勢能當閘門打開，水由高處進入斜槽或者隧洞，勢能會一路變成速度，落差去到幾十甚至過百米，水流可以快過一架喺市區行緊嘅汽車。呢股水唔只要順利離開水庫，仲要喺一條指定路線入面完成加速、轉彎同消能，最後安全返到下游。如果水流離開控制範圍，沖刷壩基、山體或者下游河床，問題就唔再只係一條隧洞損壞。所以一條泄洪系統通常包括入口、閘門、斜槽或者壓力隧洞、彎位、出口、漂流、避坎同消能區，每一部分都係用嚟管理同一樣嘢：水嘅能量。水由水庫頂部流到下游，總落差唔會憑空消失。工程師只可以決定呢份能量喺邊度變成速度，喺邊度變成壓力，又喺邊度透過翻滾、摩擦同撞擊安全散走。如果太早消能，水可能喺隧洞入面形成劇烈水弱，頂住洞頂或者淹沒通風空間。如果太遲消能，高速射流就可能直接打向河床同岸坡。有啲水壩用開放式斜槽，水好似沿住一條巨大滑梯落山；有啲就將泄洪道藏喺山體或者壩堅入面，水經斜井落到地下，再轉入水平隧洞。出口可以用挑流避坎將水拋向河道中央，亦可以用蕭力池逼水流翻滾，將高速水變成較慢較深嘅水流。表面睇，閘門開得愈大，水排得愈快，好似就愈安全。但閘門每一個開道都會改變水泄形狀、流量、隧洞水深同壓力分佈。開得太細，閘門下面嘅射流可能高速貼牆；開得太快，下游水位未配合，出口亦可能承受突如其來嘅衝擊。所以控制員唔係單純按一個放水掣，而係按水庫來量、設備容量同下游限制，逐級調整幾條通道。而且泄洪道唔係長期有水行嘅河床，佢可能幾年甚至更耐先真正高速運行一次。平日睇落完好嘅接縫、修補位同混凝土表面，去到設計流量先會面對最嚴格嘅考驗。呢種平時靜止、需要時立即滿負荷嘅工作方式，令檢查同預防比事後修理更加重要。問題係水流愈快，壓力變化就愈敏感。一股水擁有嘅能量大致可以分成高度、壓力同速度三部分。喺同一條流線上，如果水突然加速，而高度又冇明顯改變，能量就有可能由壓力嗰部分轉去速度。呢個概念唔代表流得快就一定冇壓力，但係可以幫我哋理解高速流道入面一個細小幾何變化，點解足以令局部壓力跌得咁急。例如水越過一粒向上突嘅石仔，流線要繞過佢，去到突位後面，水流可能暫時離開牆面，形成低壓區。又例如隧洞由斜向下突然轉成水平，更長嘅水要改變方向，壓力分佈亦會跟住變。工程圖上只係一條平滑曲線，落到真實施工現場卻可能有幾毫米接縫高差、修補材料邊緣或者鋼模板留下嘅細紋。水本身亦唔係，實驗室入面完全純淨、完全冇雜質嘅液體，入面可能有微小氣核、懸浮物或者牆面細孔，呢啲位置會成為蒸汽空泡開始生長嘅種子。壓力一跌，空泡未必只係零星幾粒，佢哋可以連成一片白色空泡雲，再喺壓力恢復嘅區域一齊崩塌。開始有空化同已經造成空泄亦唔係同一件事。某啲位置可能偶然出現少量空泡，但崩塌點離牆較遠，材料暫時冇明顯損傷。另一個位置，即使空泡範圍細，只要長時間貼住牆面重複崩塌，都可以迅速打出坑洞。工程師關心嘅唔只係有冇泡，而係喺邊度形成，喺邊度消失，同牆面距離幾近。
想象一層高速水貼住混凝土表面滑過，只要表面有一個輕微凸起、接縫錯位、施工凹位或者隧洞方向突然改變，水就可能要喺極短距離內加速同轉向，喺某啲位置局部壓力會急跌。平時我哋話水沸騰會諗起煲水去到100度，但液體會唔會變成蒸汽，唔只由溫度決定，亦同周圍壓力有關。當局部壓力跌到低過水，喺當時溫度下嘅蒸汽壓，水未必要加熱都可以突然變成一粒粒蒸汽空泡。呢啲唔係由外面吸入去嘅普通空氣泡，而係水本身因為壓力太低，短暫變成蒸汽形成嘅空腔。呢個形成空腔嘅過程就係空化。如果氣泡一直留喺低壓區，未必即刻出事。真正危險係水流會將佢帶去下游壓力較高嘅位置，外面壓力一恢復，蒸氣泡就冇辦法繼續撐住，四周嘅水會高速向中心壓入去，令個泡喺極短時間內崩塌。如果崩塌位置遠離牆面，能量會分散喺水入面；但如果個泡貼近混凝土，崩塌會變成極細小但極猛烈嘅水柱同壓力脈衝，集中打落同一小片表面。原因係貼牆一邊冇足夠水可以對稱咁壓返入去，遠離牆面一邊嘅水就會率先穿過氣泡中心，形成一束向住牆面嘅微型射流。依束水可能細過針頭，但速度非常高。崩塌同時產生嘅壓力波，亦會沿住水撞向附近材料。所以所謂氣泡爆炸只係方便理解嘅講法，佢唔係入面有火藥向外炸，而係外面嘅水將空腔向內壓碎，再將能量集中落一個極細位置。正正因為每一下都咁細，空泄早期好容易被忽略，亦正正因為數量可以多到難以計算，累積效果先會咁可怕。一次撞擊可能只係留低一個肉眼難見嘅小坑，但是同時每秒有大量蒸氣泡不停形成、移動同崩塌，等於無數把微型錘仔向住同一幅牆連續敲打。最初表面可能只係失去一層水泥漿，之後沙粒露出，骨料開始鬆脫，再下一步就係鋼筋外露。表面一旦變粗糙，水流受到嘅擾動更大，局部低壓區更多，空化亦會加劇。所以空泄最可怕嘅地方係佢會自己加速，由一個幾毫米嘅缺口開始，缺口製造更多氣泡，更多氣泡再將缺口打大。當高速水轉入受損位置，佢仲可以翹起混凝土，沖走碎石，甚至直接侵蝕後面嘅天然岩層。呢個機制同水入面有沙將牆磨花唔一樣，含沙水流造成嘅主要係磨蝕，好似沙子一路擦，空泄就似無數局部衝擊喺表面爆開。實際工程入面兩者可以同時出現，但處理方法未必相同。磨蝕留下嘅痕跡通常跟住水流方向，表面會逐漸被磨平或者磨薄。空泄就較容易形成蜂窩狀小坑，之後坑洞互相連接，邊緣呈現不規則破碎。維修人員由損壞、形狀、位置同運行記錄可以判斷主要成因。如果將空泄誤當普通磨損，只係補上一層材料，新修補位嘅邊緣反而可能變成下一次低壓起點。同一個物理現象亦會出現喺水輪機葉片、泵葉輪同船舶螺旋槳上。不過泄洪道有一個特別之處，受影響面積可以由一小段接縫一路擴展到幾十米隧洞，而能量來源係整個水庫嘅高度差。機械葉片可以停機拆換，泄洪隧洞就要先等流量轉去其他出口排乾積水，先有人可以入去檢查。有人可能會問，咁將混凝土整厚啲、硬啲係咪就得？更高強度、更致密嘅材料確實可以延遲損壞，但只靠加厚唔能夠消除低壓區。如果流道有錯、台凸起或者急彎，就算表面一開始好堅硬，長時間承受集中衝擊，細小缺口仍然有機會變成新起點。第一道防線係將水行過嘅表面做得平順，接縫唔可以向水流突出，幾何轉變要夠柔和，閘門開道同可用流量亦要避開危險工況。工程師會計算水面線、速度同一個叫空化數嘅指標，再用縮尺水工模型或者電腦模擬出邊個彎位邊段斜槽最容易出現低壓。空化數可以理解成當地剩低幾多壓力餘量同水流動能有幾強之間嘅比較，數值愈低代表水流愈接近形成蒸汽空泡嘅條件。但工程師唔會只睇一個平均數，因為真正觸發破壞嘅往往係接縫後面彎位內側或者粒凸起物旁邊嘅瞬間低壓。美國土木局嘅泄洪道空泄工程資料將每秒30米左右嘅流速視為需要高度警惕嘅範圍。呢個唔係話低過30米就絕對安全，高過就必定損壞。表面形狀、環境壓力、海拔、含氣量同運行時間都會改變結果。
但佢說明一件事：當一層水每秒行過幾十米，一個平時睇落微不足道嘅凸位已經唔再係外觀問題。但當流速同落差高到某個程度，單靠打磨表面仍然未必夠，表面施工標準亦比一般人想象中嚴格。水流方向上，如果有一道迎住水嘅高差，破壞力通常大過同樣高度但順住水流嘅凹位，因為迎水邊會迫使流線突然抬起，後面更容易分離。新舊混凝土交界、雜槽、檢修、孔蓋同感測器安裝位都要避免伸入主水流。放水前，工程人員會由入口一路巡查到出口，敲擊懷疑空鼓嘅位置，量度裂縫同接縫高差，清走可能阻塞通風道嘅碎屑。對藏喺山體入面嘅長隧洞嚟講，檢查人員要喺狹窄、潮濕又可能缺乏自然光嘅環境工作。每一處修補完成之後，仲要重新打磨成連續曲面。真正嘅防線往往由呢啲毫不起眼嘅毫米級細節開始。於是就輪到最反直覺嘅裝置出場——參氣龕，亦有人叫佢通氣槽或者步氣器。佢通常設喺泄洪槽底部或者隧洞內壁，外形好似一個細斜坡加一道凹槽。高速水流經過斜坡時會被輕輕托離混凝土，水流底部形成一段空腔，空氣再經側面或者底部嘅通風道被吸入，混入靠近牆面嗰層水。工程師唔係想用空氣阻住成條洪水，而係想喺水同混凝土之間加層有彈性嘅緩衝。當蒸汽泡喺有充足空氣嘅水流入面崩塌，周圍可壓縮嘅空氣會吸收同分散部分壓力衝擊，減低微小水柱直接打落牆面嘅破壞力。水流會因為混入空氣而變得更厚更白，體積亦會膨脹，所以隧洞同槽牆仲要預留足夠空間，唔可以只顧住加氣愈多愈好。通氣槽擺喺邊，斜坡有幾高，空氣入口有幾大，水流會拋離地面幾遠，全部都要配合流量同流度幾何。如果水流落反牆面嘅位置計錯，撞擊本身又可能製造新問題。空氣亦唔係靠風扇硬推入每一滴水，高速水被斜坡托起之後，水流底部嘅壓力會下降，外面大氣就經通風井、側槽同底部空腔被吸入。設計人員要確保通風路徑唔會被水封住，亦要估算最大流量時需要幾多空氣。如果通道太細，水流想吸氣但吸唔切，保護層就可能喺最需要嗰陣失效。參氣之後，水流密度、厚度同聲波傳播特性都會改變。研究顯示，靠近邊界有幾個百分比嘅空氣濃度已經可以大幅降低空泄破壞，但實際需要幾多，唔可以直接用一個數字套落所有水壩。因為空氣分佈得唔均勻，未去到危險位置，或者太早由水面走失，量度到有空氣都未必等於牆面受到保護。工程師設計參氣龕時，要同時解決3件互相牽制嘅事。第一，要令水泄離開牆面，騰出足夠空間吸氣。第二，水泄唔可以拋得太高，否則可能撞向洞頂或者令槽牆高度不足。第三，水重新落返牆面嗰陣，底部仍然要有足夠空氣，唔可以喺撞擊點形成另一個高壓同低壓交替區。水流混入空氣之後會膨脹，原本1米深嘅水層可能佔用更多高度，呢個現象叫水流增容。對於開放斜槽嚟講，槽牆要留夠超高，避免參氣水翻出兩邊；對封閉隧洞嚟講，就要確認水面以上仍然有通風空間，否則高速水可能由明渠流變成充滿成個洞嘅壓力流，令原先設計嘅吸氣路徑完全改變。參氣龕亦未必只裝一個，長斜槽入面第一個裝置帶入嘅空氣會一路向上浮，或者由水面溢走，去到更下游，靠近底板嗰層含氣量可能再次下降。工程師會按流速、坡度同危險區位置，決定需唔需要第2級甚至多級參氣，令保護維持到最後一個高風險彎位。所以設計唔係畫一個槽就完成，水工模型會用透明側牆觀察水泄、長度、落點同空氣捲入，壓力孔會記錄底板瞬間負壓，流量計會量度通風道吸入幾多空氣，之後再將模型結果換算到真正尺寸，配合安全餘量決定結構。而格倫峽谷大壩就係工程界理解呢件事其中一個最震撼嘅案例。呢座大壩兩邊各有一條穿過峽谷岩壁嘅泄洪隧洞，入口直徑大約14.6米，向下游逐漸收窄到大約12.5米。正常時，水主要經發電機組同河道放水設施離開。泄洪隧洞係留俾來水超過其他系統能力時使用。1983年，異常天氣令預測出現巨大偏差，融雪同降雨令鮑威爾湖快速上升，大量洪水被迫經泄洪隧洞排走。
當時工程人員面對嘅唔係發現損壞立即關閘咁簡單，水庫仍然有大量來水，如果所有出口同時停用，水位就會繼續升。發電機組、4個河道放水閥同2條泄洪隧洞，要喺安全限制之間分擔流量。即使知道左邊隧洞可能繼續受損，操作團隊仍然要比較水庫上升、隧洞惡化同保留另一條泄洪通道3方面風險。6月初，左邊泄洪隧洞曾經以大約每秒425立方米流量運行42個鐘，再提高到大約每秒566立方米，多行22個鐘。工作人員聽到異常轟鳴之後，關閉閘門檢查，發現垂直彎位已經出現空泄。問題係高水位並冇因為發現損壞就消失，隧洞之後仍然要喺受控情況下繼續分擔洪水。操作團隊將較多流量集中喺左邊，盡量保留右邊作後備。但去到7月1日，右邊隧洞亦傳出空鳴。幾日後，2條隧洞暫停放水，工程人員入去檢查，見到彎位已經嚴重受損，部分外露鋼筋彎成一束束。佢哋要判斷受損隧洞仲可以承受幾多流量，同時將其他放水設備24小時運行。呢種處置冇一個選項係完全冇代價，將流量降得太低，水庫繼續升；開得太大，隧洞破壞加速，2條平均分擔，又可能同時失去後備通道。工程安全好多時唔係到一條零風險路線，而係喺資料不完整、時間不斷縮短嘅情況下，保住最多選擇。呢個亦解釋咗點解大型水利工程唔可以只靠一條通道。發電引水管係為渦輪服務，低位放水設施有自己嘅容量，泄洪道就係極端來水時最後一批可以調動嘅出口。任何一部分受損，其他設備剩低幾多能力就會直接影響操作選擇。高速水沿住斜洞衝落，再喺底部轉入接近水平嘅隧洞，彎位附近嘅壓力變化引發嚴重空泄。操作期間，工作人員聽到隧洞傳出低沉轟鳴，停水檢查時，原本平順嘅混凝土襯砌已經被撕開，鋼筋彎成一束一束，好似意粉咁伸出嚟。到工程師喺8月排乾左邊隧洞再入去檢查，出口漂流區堆咗大約230立方米混凝土、鋼筋同砂岩碎屑。隧洞彎位下游，水流喺岩層掘出一個大約10.7米深、40.8米長、15.2米闊嘅巨坑，附近大約3/4圈隧洞襯砌已經消失。右邊隧洞受損較輕，但底部襯砌亦有大約53米被移走，岩層最深被掘低約3.6米。由最初表面小坑發展到可以放入幾層樓高嘅深洞，靠嘅唔係一次巨大撞擊。襯砌先被空泄打穿，高速水之後轉入混凝土同砂岩交界，鬆開更多材料，碎塊喺隧洞入面翻滾，又加入磨蝕同撞擊。流道愈破碎，水流形態就愈混亂，原本用嚟將射流拋離壩腳嘅出口效能亦會下降。工程人員排乾隧洞後見到嘅唔只係混凝土質量差咁簡單，而係一條流道由局部低壓開始，逐步失去原有幾何形狀。呢個分別好重要。如果只換更硬嘅混凝土，但唔改變造成低壓嘅水流條件，下一次大流量仍然可以沿住同一位置重新開始。最重要係呢次事件唔代表整座大壩即將倒塌。美國坎務局明確指出，當時格倫峽谷大壩本體並冇處於失效危險，真正被破壞嘅係2條高速泄洪隧洞，而事故暴露出嘅係極端流量下空化同流道細節，可以造成幾驚人嘅後果。修復工程唔係簡單將個洞重新灌滿混凝土，工程團隊要先清走鬆脫岩石同受損襯砌，重建隧洞表面，處理會伸入水流嘅接縫同不平位置，再喺2條隧洞加入通氣槽，主動將空氣帶到高速水流底部。1984年，工程人員再進行圓形放水測試，隧洞入面裝咗壓力感測器同空氣流量量測設備，用唔同流量檢查新通氣槽。測試結果顯示裝置運作正常，亦冇觀察到新嘅空泄損壞。圓形測試之所以重要，係因為細比例模型可以準確顯示水面彎位同大致壓力趨勢，卻未必可以將真實氣泡大小、空氣捲入量、混凝土表面粗糙度同崩塌衝擊全部按同一比例縮細。模型話方案可行之後，工程師仍然要喺真正隧洞量度靜壓、動壓、空氣需求同震動，再用放水後嘅實地檢查，確認牆面有冇受損。換句話講，通氣槽唔係裝完就永久放心，入口可能積水或者被雜物阻塞，修補接縫可能重新形成凸位，長期磨損亦會改變表面。每一次大型放水都同時係對整套設計嘅一次真實考試。
呢個結果帶出一個非常重要嘅工程觀念：安全唔係單靠材料夠硬，而係要控制能量以咩方式接觸材料。同一股水，如果流道平順，壓力受到控制，牆面有足夠慘氣保護，就可以安全通過。但如果高速水遇到一個細小幾何缺陷，局部壓力跌穿臨界值，水本身就會變成破壞牆面嘅工具。今日嘅大型泄洪系統設計時會同時考慮表面公差、流速、壓力、慘氣、結構厚度同出口消能。運行期間亦唔係打開閘門就算，控制室要睇住水庫來量、閘門開道、震動、壓力同下游情況。放水之後，工程人員仲要檢查表面有冇新坑洞、裂縫、剝落或者異常粗糙。監測亦可以由等損壞出現先睇，變成一路追蹤。埋喺結構入面嘅壓力感測器可以記錄某個流量下有冇反覆負壓，通風道嘅風速同壓差可以反映慘氣裝置有冇正常吸氣，異常震動、低頻空鳴同出口射流形狀改變都可能係流道狀態出現變化嘅信號。不過感測器唔會取代人入去檢查，數據可以話俾你知某段隧洞可能有問題，但要分清楚係表面麻蝕、接縫剝落、鋼筋外露，定係岩層已經受沖刷，仍然要靠排水後近距離量度、拍攝同敲擊檢查。工程師會將新照片同上一次檢查比較，睇缺口係咪擴大，再決定打磨、局部修補、重建襯砌，定係修改日後嘅閘門運行範圍。而每次維修都要避免製造新弱點。修補材料收縮之後，可能同舊混凝土形成高差，鋼板補強邊緣可能伸入水流。一個為梁墮而開嘅小孔，如果風口唔平，亦可能成為空化起點。所以驗收唔止睇強度報告，仲要沿水流方向檢查表面連續性。因為空泄一開始未必係一個巨洞，佢可能只係一點麻面、一條接縫旁邊嘅小缺口，或者一次放水時出現嘅奇怪聲音。但如果將佢當成普通磨損，下一次高速水流就會沿住同一個弱點繼續放大。所以你下一次見到大壩泄洪，水流白到好似成條雪崩，唔好以為白色只係浪花，入面有一部分空氣可能係水自然翻騰捲入去，亦有一部分係工程師刻意送入去嘅保護層。佢哋唔係想令水流睇落更加壯觀，而係用空氣承受一場肉眼睇唔見嘅撞擊。水可以推動渦輪切開山谷，亦可以喺混凝土下面挖出10米深嘅洞。真正令大型水壩安全嘅，從來唔只係壩牆有幾厚，仲包括工程師有冇理解一粒氣泡消失嗰一刻，究竟可以釋放幾大破壞力。